位现场的弟兄姐妹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来参加祷告会，请跟旁边的说：见到你真好。见到你真好。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不论今天你遭遇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要常常喜乐。一起来拍手。常常喜乐，相处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可以搭旁边人的肩，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相处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再次下垂的手，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阿们。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耶谷都有耶稣的陪伴，他永不离开。大家都很棒哦。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将一切重担交托给神，我们要仰望神，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神他永远不离弃我们。让我们继续用心灵诚实的来敬拜神。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灵诚实
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每一天，每一天，是的，每一天我都需要主。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来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每一天，是的，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圣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
视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求你每一天都来降临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用我们心灵诚实来寻求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谢谢你，让我们得到许许多多你的恩典。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又是到我们1个月1次的祷告见证会那有人跟我讲说，哇，他迫不及待要来做见证，哇，有欢喜吧？有人讲哇，好紧张哦。我跟他说紧张是正常的不紧张每当讲不正常了因为他常上台见证是基督徒的怎样使命见证是基督徒的使命基督徒为什么要做见证？感谢主。还有没有？荣耀神。还有呢？感谢神，对不对？感谢上帝给我们恩典，对不对？更重要还有一点，当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要怎样？要去引导人怎样来认识耶稣，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从你的见证当中呢，来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所展现的那种恩典，对不对？他就非常好奇要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做见证，对不对？我们讲见证就是3到5分钟的见证就 OK 了，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学习会，然后在得死不得死，在不管在哪个地方需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怎样，就很勇敢的把上帝给你的恩典把它诉说出来。3分钟、5分钟，最简单的见证，对不对？然后最后见证做完了，记得加一句什么？荣耀归给神，对不对？所以等一下做见证做完的人，最后那一句要讲什么？荣耀归给神不要忘记，荣耀归给神喜乐归给自己，对不对？功劳归给同工那今天我们也很高兴这个也轮到台3跟台4去那好多人，后来我跟他们讲说，不行，平均一个小组就是1个人那要把握机会，先登记了先做见证，对不对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晚上总共有6位弟兄姊妹做见证首先我们要邀请台4期的喜乐小组的美秀来，陈美秀，我们给她的掌声鼓励一下。你别紧张，我知了。嗨，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喜乐小组的美秀。哈利路亚，赞美神！自从2023年的4月9号的复活节，我历经了肺栓塞，进入加护病房，出院后至今也快2年了，很快感谢神一路的带领，在2024年的时候，身体已经康复了，不再需要用药了。我开始面临的经济上的压力，不能没有收入。这时候又因为身体需要休养，暂时不可以拿重物，导致可以工作的范围忽然间就缩小了，常常就是做1个月就休息一下，然后一直没有办法适应，换了2、3个工作。这当中教会也释出打扫钟点工的工作，我也在教会工作了一阵子。也在这个时候呢，神他差派了天使，让我有机会受训，来到了桃园荣总医院工作。我何等的感恩！神他并没有撇弃我，在这当中，我依然按照基督徒的样式在生活。星期1晚上读经小组，星期3晚上祷告会，星期4晚上 RPG 线上祷告小组，星期6晚上参加圣歌队的练唱，以及守主日。我知道，因为我忠心的跟随主，我跟随他，因为这些都是神他在磨塑我的生命，他要让我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在桃园荣总工作了1年2个月以后，神他知道我在祷告下一个工作。这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属灵同伴素兰姐跟我说：“美秀啊，你知道吗？教会全人生命协会需要应征一位造福员呢，你晓得吗？”我说我不清楚，但是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吓一跳真的，我说神啊，你真的是太奇妙了，你真是奇妙的神啊！若是我能在教会工作，那真是太好了。那原本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呢，我是在帮助家属还有病患，是在做那种临床护理的。那需要很吃劳力的，有时候需要翻身啊、喂奶啊、洗澡啊、换尿布，这些我们都一定要去做。甚至有时候遇到那个N95那个我们都要进去，然后全身都在穿那个防护衣啊，帮他护理这样子，都是一个体力活。那时候身体就渐渐就是不堪负荷。那神他就应允我的祷告，我有预备了这份工作，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多么好的消息，真是太棒了，感谢神。那在面试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社区的照服员一样都是照服员这个名称，他抬头都一样，但是他的工作范围是不相同的，跟我在医院的工作性质是不同的。那我在协会工作呢，每天面对的不再是生重病的长辈，而是健康有活力的长辈。那协会的工作内容是策划社区据点长辈他们日常的生活，1到5的课程，再来就是申请政府的行政文书啊，或者核销啊，以及电脑工作。那电脑我已经5、6年没打了，都很害怕做不好。那好险我们的同工，我们总干事都是很包容我哈，都是很厉害的哈。感谢赞美神。那我每天呢都是非常高兴的来到教会工作哈，每天好像在家里一样，因为我觉得教会也是我的家。那在办公室的同工每个人很厉害，他们都有属灵的恩赐，是值得我去学习去窝堡的地方。赞美神，他是每天供应我的神。现在我不需要再面临经济压力，然后生活有盼望，也有喜乐。神他的恩典够我用，他说他不会将过淡的粽子给我们，担子给我们，不是粽子，不会将过重的担子给我们，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诗篇27篇4到6节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他在他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阿爸父神。谢谢大家。感谢主啊，将荣耀归给神，对不对？神是奇妙的神哦，对不对？2年前那时候我们圣歌队说美秀紧急入院，然后进入加护病房，对不对？好紧张哦，对吧？上帝拯救了他的性命啊！然后现在呢，在乐林里面啊，我听那些乐林的长辈啊，都叫他笑宝宝，可爱的笑宝宝啊！感谢主，再次掌声，感谢上帝哈！好。接着第二位恩典小组丽英小组长我们也要请他来做见证，来，掌声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丽英。我在这个癌症治疗后的第11年啊，感谢神还让我活得好好的，能够见证神的荣耀。11年前，我曾经做过放射线治疗与化疗。癌症治疗后的几年，会陆续产生一些后遗症，还有副作用。因为这些治疗对于好的、坏的细胞都会破坏，大家应该都知道。像我的甲状腺就有一边是萎缩的，然后另外困扰我的是肩颈部位的肌肉纤维化。那因为肩颈常常会不由自主的抖动。
白天或是晚上都可能发生，尤其是晚上比较难入睡的时候，那个会感觉肩膀抖动的幅度很大，然后有时候无法侧睡，所以可能会因此会失眠。那还好，我一向都是很好睡，所以这个还好。那我曾经问过医生，这个症状要怎么样改善呢？医生说，肌肉纤维化这个症状是不可逆的症状。血管、神经、肌肉部分可能只能透过这个运动来延缓，他说只能延缓而已哈。但是他觉得我已经维持的比其他病患好太多太多了。但是我自己就是有点担心，是否以后会越来越严重？其他症状其实倒也对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我都会去公园跳赞美操做运动。那赞美操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它的强度不会很大，所以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再找一个运动强度强一点的运动？应该是去年9月吧。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那个美秀就问我要不要来教会参加这个肌耐力的课程，她觉得这个课程很不错。那当时我就想，也许我应该去试试看。那第一堂课，我就把我这些症状，我就跟这个郑有策教练讲，并且提到医生说这个肌肉纤维化是不可能逆转的。教练就笑笑的跟我说：“啊，你来试试看呐，我们的神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是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也许之后你可以回去告诉医生，我们的神是最厉害的。”于是我就乖乖很认真的上了半年的这个课程哈。那过了半年的某一天啊，睡觉之前我就突然就想到这一件事情，我发现我的肩膀啊，这个症状抖动的幅度好像没有那么大了。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已经比去年大概好了7、8成左右。为此我立刻跪下来祷告。感谢赞美主，那感谢神，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是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间点为我做最好的安排，也安排对的人来鼓励我，让我有动力向前走。也许当下我会犹豫困惑，但是我们的神总是要让我们知道要去行动，而不是在原地停滞不前。就像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耶稣问毕士大池的摊子说：“你要痊愈吗？起来，带着褥子走吧。”哈利路亚！感谢主，归荣耀给主，阿们。神是奇妙行神迹的神，阿们。我们看见丽英小组长啊，他真的是失了这个，但是得了其他的，对不对？我们看他非常的有才华，然后上帝给他许许多多这种忍耐力哈，做运动啦，叫赞美操啊哈，真的是我们相信神必在你身上神奇妙的事，继续加油好，再给他掌声。好，下一位是台山区的台山区的猛虎小组。陈奕新执事小组长来，我们也是一样，拍手欢迎。大家平安。我是台山区猛虎小组的组长哈。今天呢，我是要为已故的春梅姐做见证。因为我知道她在大家心目中都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跟她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想跟大家分享。她是我们的春梅姐，她是青年们的春梅阿姨，是小朋友们的春咪妈，她是才德妇人的象征，在一个看似平凡的人生里面，却活出容神益人的好榜样。一生敬畏耶和华，谦卑仰望，顺服主的带领，直到最后都不偏离。春梅姐所受的教育虽然不高，但她却用行动实践耶稣基督的爱和上帝的教导。我们知道她曾担任教会清洁干事9年多，
把教会打扫得井然有序，有口皆碑。主的爱餐，主日的爱餐，夏令营的伙食，总是可以看到他忙碌又利落的身影。教会的各项服事呢，他也积极的参与，到处我们都可以看到他那和蔼可亲的招牌笑容。大家还记不记得？总是露出牙齿的招牌笑容。他总是关心会友，爱邻舍如同家人，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春梅姐113年8月患肺腺癌第4期后，我和她互动的点点滴滴。当春梅姐因肺积水会喘，诊断出病因以后，随即就住进长庚医院做标靶药物的治疗。我在关怀她治疗的情形，我就问春梅姐，药物是否会有副作用？我们知道化疗的副作用很大。她回答我，副作用是头晕，所以我一吃好药就躺下睡觉，很快就没事了。后来出院，只要每星期回诊抽肺部的积水和拿药，每次我关心她的近况，她都说还好，只要为我代祷就好，我一切交托给上帝。春梅姐每一次总是轻描淡写诉说着她的不适和副作用，免得大家担心。但是我们知道，不是这么的轻的症状，对不对？每一次呢，我就问她你喜欢吃什么，我煮给你吃，或者买给你吃，她都客气的婉拒。每次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总是面带微笑，没有一丝愁容。接下来标靶药物不行了，接着要化疗，副作用更大。刚开始是便秘，接着是不停的拉肚子，甚至拉到脱肛。我知道他非常的难受，因为连坐都没办法坐，连站着也会痛，只能躺着。但呢，他都倚靠主，坚强的面对。我常常在想，肺腺癌第4期的春梅姐，为什么在病痛的折磨中，为什么依然能有那一份平安？我常常在问，原来慈爱信实的主，在春梅姐的心中是最大的依靠跟盼望的所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2节说，主的应允这么说，我必与你同在。春梅姐在病痛的日子里面，靠主刚强，靠主喜乐，所以即使在病痛中，她也能够超越艰难，荣耀神。春梅姐因为我2、3天就要打电话关心她，如果没有接到她的信息，我就非常担心，也非常挂念。她每次只要看到我的信息，就会回电话给我，你好。你们知道春梅姐常常这么说，对不对？你好，那是一个很喜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啦，每天都有人来看我，陪我说话，也常常有教会的姐妹打电话陪我聊天，鼓励我。她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她也感谢小组和教会持续的带祷。她甚至和我约定，恢复健康以后要继续来教会服侍，也要参加小组聚会。我知道这样的约定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的春梅姐在日常生活中亲切待人，处处关心，落实主爱人如己的旨意。所以她生病的时候，邻居都将3餐热食送到家中和她分享。有时候她还在睡觉，邻居会挂在门把上。告别礼拜那一天，她的3位好邻居都不是基督徒，却因为春梅姐走进教会。她总是体贴别人的需要，无私的付出，
却不毛还他人，甚至他最至亲的家人，儿子、媳妇、孙子都一样。他是一个癌症第4期的病人，但是松山白天都去上班，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在而已。他要出院的时候，我建议松山赶快请长照，但是他只有1个小时的长照。春梅姐也是一样，自己洗澡，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所以呢，他的媳妇、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知道，阿嬷都没有毛还到我们。他甚至从来不抱怨上帝加在他身上的病痛。2月份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辜泽虎弟兄分享，春梅姐很少打电话给他，但是在农历年前，他接到春梅姐的电话。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来是春梅姐要帮邻居问一种治病的药，问姑爸那种药在哪里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组员都感动不已，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操！自己深受病痛的折磨，还能关心邻居的需要。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记载：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春梅姐都一一的实践了圣经中的真理。愿我们也能学习春梅姐那美好的教宗，时刻活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爱人的样式，不论处在什么境况，都全然仰望倚靠，即使在苦难中，也能活出内心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将一切荣耀归于神。谢谢大家。我们非常感谢义兴小组长为他的主言再来追思当他跟我讲说他要为春梅姐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也答应他乐观其成特别在这个亲民的追思的前夕能够这样子做让我们心都很受感动这个礼拜也就是我们要亲民追思嘛我不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个追思的这个情境，然后看到周报上面那些的名册的时候大家心里面不知道作何什么感想对我自己来讲的话，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看到过去在教会这些长辈、肢体弟兄姊妹的名字的时候，心里面就会燃起了对他们过去所行所做，跟我们所相处的一切美好的都会再一次来做一些的追思我想春梅姐她走的那一刻我跟牧师就到长庚去了当下她的儿子跟媳妇就跟我们讲说妈妈说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她处理就好了。我马上就加了一句话妈妈春梅姐妹一定要到教会来做告别礼拜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她也是这么讲她很喜欢来教会要做礼拜，但她就是没办法进教会所以非常感谢她的儿子跟媳妇马上就答应了就将最好的就送给她妈妈特别他们在找寻这个要坑这个那个骨灰的所在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找到了三峡那个地方天平的地方摆在那边。他们说这个地方是我们对妈妈最后的一种尊敬一种尊重一个最漂亮的地方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追思我们最敬爱的春梅姐，她现在已经在上帝那边享受永远的福气了好，感谢主好，下一位来切兰弟兄来喜乐小组，你也紧张吗？没有，紧张的好，你们的系长会跟你同在，上帝会跟你同在，加油！谢谢。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喜乐小组的千南，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见证神的荣耀。感谢主，在我人生最低潮之际，我在迦南教会认识了主耶稣，并且和我的妻子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回想过去的日子，我和已故的妻子一直都在公庙里服务，但是却是在迦南教会感受到来自弟兄姐妹的照顾与陪伴。我的妻子在癌末临终时，她一直在跟我道别，感谢我在这6年当中一直照顾她，对她不离不弃。而且她还特别交代我一件事，就是说，她希望我在教会里再找到一位好姐妹作为我的伴侣。她好几次一直在提醒我啦，但是当时我的心情真的很低落，我也是哑口无言，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她啦。总是每天就在好像要哭啊，就是感觉她快要离开我这样子。但是在妻子蒙主恩召，在伤心的这段时间，感谢教会的全家庭执事，他推荐了我，刚好华神有在举办一个叫帮助失亲者面对哀伤的课程，我一口就答应了。我那时候真的是需要疗程啊，在疗程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上帝对我无限的爱与安慰。顿时重新点燃了我对未来的人生充满新的盼望。在教会的服事过程中，经由属灵同伴美英姐还有贵哥夫妻的介绍，认识了如灵姐妹。当时我还问美英姐说：“有可能吗？我们年纪差那么多。”结果美英姐她没有说什么，她说：“成不成，我们就祷告啊。”交给上帝吧，上帝说成就成了，我们说不准啦。所以就这样，那我就答应了他。然后他又跟我说：“如灵要在教会开一个桌游哦。”我说：“他缺少那个助教哦，说我愿不愿意？”当时我真的很高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我怎么会推卸呢？对哦，让我机会可以跟他在一起服事啊，透过每一次的服事相处。我们很融洽，而且诚信的这样的沟通，使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很珍惜对方。我抓住了如灵的胃，是因为我是厨师啊，我每天都煮给他吃啦，我也感动了他的心啦。在主的爱中互为帮助，我真不敢相信呢，我的癌末妻子在临终的愿望。竟然在主耶稣里，透过我们彼此同心合一的祷告，让我经历了在主里凡事都有可能，也让我和如灵还有我们大家的信仰更加坚定，倍增了我们的信心。因为认识主耶稣是我一生最大的祝福，也感谢陈牧师牺牲自己休假的时间，陪伴我们上婚姻辅导课程，更感谢所有疼爱我和如灵的长子兄姐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顺利在今年2月28日完成了结婚礼拜，我们成为正式的夫妻，并且建立在合神心意的基督教家庭。我们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愿将这份爱透过彼此的关怀，将福音永流出去。诗篇30篇11至12节，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愿将这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阿们。棒不棒？会紧张吗？看起来都不会紧张，对不对？好，今天他的见证只是第1章第1节，对不对？好，还有第1章第2节啊。
还有第1章第3节，对不对啊？再续嘛，对不对哈？好，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这样叫神的人得益处了哈。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哦，刚刚有特别有提了，对不对哈？啊，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对不对？好啊，上帝翻转了啊，改变了千南弟兄的人生，对不对？啊，相信他前面的道路继续要有神的恩膏满满。好，再次给他掌声。啊，感谢主，太棒了啊！好啊，我们还有2位啊哈再来就是纯净姐妹，因为后面这2位姐妹因为到晚上了这个也不方便哈，路程不方便哈，所以他们也很乐意做见证哦他们在线上那边线上线上做见证我们也来点掌声，来纯净姐妹，我们欢迎你哦嘿，请你做见证了哈，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OK， 还没有哈。姐妹们，大家平安。好，平安。在去年的12月25日，小组举办三诸城圣诞聚餐联谊活动，有邀请一些慕道友，必然也是我们邀请的对象之一。在12月24日，他告诉小英区长，他不能参加活动了因为在12月23日当天，他要出门的时候。他的先生突然瘫软在他面前。12月24日从桃龙赶快急诊到长庚的加护病房，我们听了很震惊，主因是刘先生重度感冒引起这个肺炎以及并发其他心血管的疾病，他无法自主呼吸，他需要用呼吸器来维持他的呼吸。他很焦急的要我们为他的老公来代祷。我每隔2天或是3天我就会询问刘先生的状况并附上我的祈祷文刘先生在加护病房共待了45天，才传诊至普通病房。过年后我再询问碧兰姐，她说2月26日刘先生已经出院了，总共前后69天。碧兰姐说，当时刘先生出院的时候，他的情况是无法久坐或久站再来并询问教会是否有轮椅来出借碧兰一路上这样辛苦的照顾心里的压力实在是非常的大。3月16日，小英区长已经从日本回来了小组当天大扫除，突然我们有一个意念想去探访刘先生小英区长认为心动，你不如马上行动，就联络碧兰姐，我们就出发了。当我们一群人到碧兰姐家时候，刘先生已会慢慢的走动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从刘先生发病到回家我们见到刘先生，我们就说小组和个人这期间都一直在为您祷告，你知道吗结果刘先生说他在昏迷的过程中一直感觉到有神的出现在身边的帮助和对话。这一刻我的心跳动得非常的厉害我终于见证到神的爱这么无边，这么广阔，也由于神的救赎，让刘先生愿意相信神。在4月20号的复活节踏青的春天农场活动我们邀请了碧兰姐和刘先生一同来参加。感谢主你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在人心软弱的时候都能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也是全能的医治者。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耶利米书17章14节，将一切的荣耀归主。谢谢大家。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3月16号台4区打扫了第几楼？5楼打扫了之后，在那边大家又在那边休息一下。后来他们讲说就来探访，刚好我有事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高兴，
也跟我太太讲说啊，真的不容易嘞，他们这一群活动力好棒哦，然后个别天哈。接着下午又真的要去探访然后你看照了这么几张相片我们真的也要感谢纯金姐妹这么用心关心这对夫妇希望他们早一天能够来认识上帝能够来跟我们一起来到教会碧兰姐他们夫妇是吧？他先生刘先生好 OK 好，我们特别要为这对夫妇来代祷好最后一位是平安小组的周素珠小组长他们这个都是录影的我们来点掌声，也是也邀请这个素珠小组长来做见证。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有这样的福气，能够来为主做见证。首先，我要用诗篇21篇2节。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起因是我家在去年的7月17号把偶像去除，在偶像未去除之前，我每天惯例的祷告中都会摆上，再加上小组的 RPG 也会带到。为什么想要去除偶像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每天对着家里的偶像都会心浮气躁，而且会想要常常发脾气，所以一直期盼着偶像能够尽快的去除。当然，去除偶像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阻碍，更何况在一个拜拜的家庭。但我仍然抱着信心祷告，相信主一定会帮我的。当对主越有信心，主就会一再的开路。果然，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应允的神真的就调动万有为我开路了。就是有一天大姑回来跟我说，她已经跟婆婆说好了，可以把家里的偶像去除，叫我可以着手进行。听完了以后，我心里就不断的呐喊说，主啊，你真的很爱我，你是大能大力的主。就这样顺利的把家里的偶像去除。主虽然应允我的祈求，但主也兴起了另一个征战，似乎要来考验我的信心。起因是我婆婆的长照居服员是一位基督徒，跟小姑也熟，而且他们有一个赖的群组，居服员就把当天除偶像的过程全部po在他们的群组赖上。小姑看到了，以小姑是外邦人的见解，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于是就发起了我们家族赖的群组，所有的人来围攻我，甚至把我踢出了群组。当时我心里很受伤，再加上女儿也质问我，几乎要接近闹翻的边缘，唯独剩下先生一个人全力的挺我。这或许是神刻意安排要来安慰我。当下我就祷告跟神说，主啊，我软弱，相信你知道的，求圣灵来帮助我，赐给我力量，能够使我刚强。诗篇118篇6节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等到冷静了以后，想一想说，万事是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或许这些过程是神安排要来成就什么事，于是我便默然不语，相信主必会为我伸冤的。果真神有他的计划在。从这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我有发现3个亮点。第一个，这件事情的发生让家族的人来围攻，唯独先生挺我，让我更了解先生的心思。第二个，为了这一件事情跟女儿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做父母的与儿女的之间存着许多的隔阂，也因着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隔阂全部都解开了，以至于现在跟儿女之间的感情更加的亲密。第三，因为我在小姑的面前保持着基督徒爱的形象，让小姑们更能体会到基督徒的良善。感谢主。所以当我们遇到了困难，千万不要逃避，
因为试炼的过程当中，都有神的美好旨意。只要有信心的依靠主，心就充满了力量。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跟挑战，都能够带着盼望来面对。神也必带领我们战胜每一个困难跟挑战。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阿们。以上是我为主做的见证，愿神也大大的祝福大家。哈利路亚。阿们。好，看停一下啊！十字架跟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啊。那一天我们有去参与这个除偶像的礼拜嘛哈这个十字架是阿贵弟兄上帝定的哈，这个也都是我们在那边也为他们做了祝福祷告哈，感谢祝福素芝姐家能够有耶稣基督满满的祝福跟他们家庭同在阿们。好。回应诗歌，来，我们唱一下回应诗歌。当我们听过这么多见证之后，我们心里的感动，让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听到神的呼召，让我们能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话。神灵，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真理，你荣光照向我，包围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造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我这时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我这时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接着我们要来祷告。首先我们要为世界、国家、社会来祷告。我们首先要为中东这个局势再度一直在升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这些百姓在那边哀嚎甚至动乱不安带来许许多多这些的
不和平的事情啊，我们特别为第一点为中东啊这个国家来代祷啊。第二点，我们特别为啊国内这个电价也要来涨价啊。我们要求上帝能够来赏赐充足的智慧给这些要做来做这个评估的这些的委员，能够对我们这个民生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第三近来有些部分的民众特别是有权力的这些的政治人物滥用民生制度这个自由对台湾造成许许多多这些的认同的混淆。我们恳求主来看顾让台湾的人民能够来认清真相珍惜并站出来，能够来维护我们这些得来不易的这些的民主的制度。我们一同开口来为这个国家社会来代祷。谢谢你，谢谢。各个角落仍有许多战争来发生。阿门，哈利路亚。你来保守看顾发生战争的地区，能够用你的圣手来扶持，维持和平，能够保守战争地区的人民，能够尽快恢复他们平安健康的生活。主啊，我也要为国内的电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特别要为中东局势来代祷。特别我们要对这个美军跟也门这个发动空袭以色列再度来入侵加沙这些和平，我们看来都是非常的危险。我们在这个地方恳求上帝，你来掌权，使中东这个地区这些的情势都能够和平下来。主啊，你的心意是愿意人类能够来和睦世界来和平但是人因为犯许许多的罪来骄傲，甚至于导致这个全国要来欺负这个小国我们在这边求你的公义跟和平能够行在世界各地使世界能够走向和平我们也要特别为着国内这个电价要来涨价这个事情来向你祷告求你给这个相关单位这些的委员他们有智慧，能够有这种洞察力能够来提出一个合理的这些因应的方案求你的恩典跟这些的指引能够临到整个沟通跟决策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这个民生的影响能够降到最低我们特别也要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民主的自由来代祷不管是个人或是国家，我们都要谨守这些的正义跟和平学习彼此的宽容特别我们要为进来这个部分的民众他们特别有这种权力的政治人物来代祷特别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为国家这些的安全跟民主自由来祷告求上帝让这些贪婪甚至于滥用这个民主制度自由的这些的恶势力能够来瓦解让台湾能够享有得来这个不易的民主制度继续来延续下去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来认同我们这个台湾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是你上帝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百姓能够同心合一向前走。上帝你的爱不离开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着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特别我们要为4月7号到4月10号这个教会举办的环岛之旅，我们恳求主来看顾这些行程都能够平安顺利特别拜访不同的教会，要体验各地的这些的奇妙作为恳求主来带领接着有第2、第3梯次要来进行这些来祷告。第二个，我们要持续为4月26号福音餐会邀请了这些best 为信主的朋友安德烈行动代祷求主能够来帮助，透过我们每个人的祷告，邀请能在新朋友的身上看见圣灵奇妙的工作第三，我们继续为5月17号到18号全教会退休会报名的人数来代祷求主能够来鼓动更多肢体踊跃来报名，使全教会都能够在退休会中能够更多来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好了，我们为教会这3点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了教会所举办的各项福音活动来向主您祈求。首先，我们为了4月7号到4月10号第一梯次的环岛之旅，求神您来看顾整个行程能够顺利平安，也透过参访不同的教会，让我们彼此有好的学习。那也恳求主您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让后续的第2梯次、第3梯次都能够顺利成行。再来是我们为了4月26号的福音餐会，求主你透过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来邀请更多的新朋友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和奇妙。继续我们为5月17号到18号全教会的退休会的报名人数来带导，求主你来鼓励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排除更多的一些的障碍，能够来参与这一次的教会的退休会，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领略更多神丰盛的恩典。以上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接着我们要为肢体来祷告肢体来祷告。我们首先为蓝敏和弟兄这些蒙主恩召的告别礼拜4月11号的时间，还有4月3号这些的告别礼拜从入殓到告别到安放这些礼拜求主都来保守。特别在4月3号要举行入殓嘛然后4月1号礼拜二，4月1号礼拜二晚上在这个地方有举行这个安慰礼拜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第二我们为陈信柱弟兄他因为眼疾开刀导致身心欠缺平安我们特别为陈信柱弟兄这个眼睛来代祷，跟他得到这个忧郁的问题来代祷第三，我们为黄汉生弟兄从圣保禄出院之后在家休养还无法站稳走路到教会来，以至于以及汪春慧姐妹因江春慧姐妹因照顾轻微失智的先生汪文煌身心灵疲惫不堪代祷求神怜悯医治，是智慧与能力。我们先为这3样祷告事项来代祷，好不好？不然我会忘记听大家主，我们要特别为了蓝敏和弟兄来祈祷特别以3月12蒙主恩召定伫4月7日7點半要舉行家庭安慰禮拜4月3 1點要來舉行入殮，個別禮拜3點要舉行火化禮拜。求主你看顧保守一切攏會通順利聖神安慰為主的心特別我若要懇求主你甲信主兄弟也目睭三個弟弟，因為開刀導致他有憂鬱症跟這個楊榮慧姐妹智力神經的失調代禱求主保守看顧信主兄和榮慧姐妹四下平安喜樂，有聖靈同在，身心靈得着堅固我們也要為黃漢生弟兄從聖保禄出院之後在家休養，還無法站穩走路到教會，以及江春慧姐妹因照顧輕微失智的先生王文煌弟兄身心靈疲憊不堪代禱求神你的憐憫醫治，是智慧與能力耶和華你是拉法的醫治的神，耶和華你是撒弄是平安的神，我們求主你跟他們每位弟兄同在，保守他們無論得到任何的這個病痛主你都來醫治。我們這樣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接着我們要為徐永春弟兄徐永春弟兄他因為要申請外勞以及他的病情能夠穩定來代禱能夠盡快找到合適的外勞減輕家人的負擔身體能夠早日來康復。我們也要為胡仁珠姐妹最近因為頭痛行走無力代禱，求主的平安跟仁珠姐同在，能夠全然依靠主的醫治有得到恩典第6為吳進宏弟兄，因為他的肺有囊腫住院治療，預計下週1出院
及李叶凤姐妹，因为轻微中风住院出院回家之后都能够有得到复健代祷哈。感谢主的大能医治，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后续的复健赐下恩典在俊宏兄和叶凤姐的身上。好，我们为这几位弟兄姊妹也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也要为徐永春弟兄会通赶紧来找到外劳互伊的病情通过得到稳定来祈祷，嘛会通赶紧找到适当的外劳来为伊照顾减轻厝里的人的负担，互伊的身体早日会通得到健康。我们也要为胡莲珠姐妹最近因为头痛行走无力代祷，求主你的平安跟莲珠姐妹同在，能够全然的来依靠上帝你的医治，得到你的恩典。也为吴进荣弟兄他的右边的肺有囊肿住院治疗，他预计下周一出院以及李叶凤姐妹因为轻微的中风现在已经出院回家。主求你能够大大的来医治他，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后续的这些的复健赐下恩典满满在俊宏弟兄跟叶凤姐妹的身上。主你跟他们同在请求你照着你最美好的旨意彰显你的恩典怜悯医治，让他们每个人不管是大病还是小病，都摆脱病情的这些的折磨相信神从来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要为古佩文姐妹因为乳癌第3期一定要4月8号星期要在圣保禄医院要手术代祷求主看顾医治能够让治疗有果效圣灵与佩文姐妹同在身心灵得到安慰试炼中领受主的恩典跟盼望第8呢，我们也要为郑正仁牧师夫妇他们也要4月份要到彰化教会到那边服侍在永湖教会这些服事上有满满的恩典跟祝福在往返的交通上有主的保守出入都能够得到平安第9点我们为 YG 移方小组林荣显弟兄与苏冠珍姐妹，他们将于3月29号在台北基然教会来举行结婚礼拜。愿主赐福满满在这对新人跟双方的家长最后呢，我们要为复兴小组王威达跟杨一新夫妇他们的预产期小 baby 在3月28号要出生请为杨一新姐妹平安顺利能够来生产代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代祷。特别上帝，阮特别要为着提摩斯来祈祷因要去到永福教会服侍主求你帮助因，互因伫迄个服侍中间，拢有主你的固守，互因得到上帝你满满的恩典。特别伫因咧倒转来桃园彰化，在交通的问题，拢得到出入平安。要求你甲吴佩文姐妹，因为伊的咽癌要来开刀，主求你帮助看顾。互伊伫迄个中间拢有主你的保守，互治疗拢有果效圣灵跟佩文姐妹同在，身心灵能够得到安慰试炼中有领受主你给他满满的恩典跟平安我们也要为这个即将要结婚的荣贤弟兄跟苏冠珍姐妹，将于3月29号要在基然教会举行结婚礼拜。天父上帝，求你会听伫的中间，互因透过这个结婚的礼拜，佮见证上帝你会听伫的中间帮助双方的家长拢诚做祝福满满的家庭求你帮助，互因的礼拜拢通得到满满圣神的引带固守，拢通得到平安。特别也要到复兴小组一对夫妇3个弟弟，所以因要来预期要来伫遐3月28生产。主这个产业是你所想处的，帮助一心姐妹会听个顺利伫遐来生产这个囡仔会通是一个健康的囝儿得到人满满的疼上帝你的恩典满满教育伫咧中间来用
天父上帝，阮将今日暗这个大多的事项，伊拢摆咧伫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固守，愿你听阮这个祈祷每一个人的欠缺，主求你拢补足。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让我们一起站立，最后来领受神的祝福。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耶稣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我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愿主的恩惠慈爱与我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最后，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赐福今晚在你面前摆上美好见证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求主你接纳赐福我们今天晚上所交托的每一项弟兄姐妹代祷病痛的事项。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能够脱离邪恶这些的不好者，求你让我们靠着你的真理能够全然来得胜，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主啊，愿你的慈爱恩惠，你的爱，你的感动，每天跟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不单跟我们同在，也跟我们每个信靠你的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将我们祷告会就到这边结束。我们耽搁的时候，我问抱歉。